只不见师傅的胸又大了。谁？师傅，我就是偷看你洗澡而已，犯不着拿雷劈我了。师儿小心，此乃天道降下的9天雷劫，大罗金仙碰上亦会身心尽毁。天道，我师傅打我也就算了，天道也敢凑热闹，找打！师儿不要，天劫凶险，不是你能抗衡的。雷老天，找打！师傅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上人风太大了。这仙人劫就被你给斩了。仙人劫？难道我已经渡劫了？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飞升呢？原来如此，你仙界以郭大凡界为度，若想功行圆满，需深入红尘，结婚生子。师傅，咱俩凑合凑合得了，我不嫌弃你胸大无脑。大胆逆徒，竟敢觊觎为师！那，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相亲对象，可助你渡劫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对我也太好了。师傅，记住，天劫一斩，天机缠身，若不能渡劫飞升，性命不保。师傅，这劫不渡了行不行啊？报复，赤裸裸的报复。裴总，董事会让您跟镇北王赵家联姻的事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赵家野心太大，青城集团出现的问题，不过是赵家逼我就范的手段罢了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青城集团出现的资金问题，我会解决。红鸾心动了，看来师傅说的姻缘就在这儿。对我而言，男人不过是累赘吧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我都还没有提条件，你居然说我是累赘？你们山下人相亲这么不靠谱？相亲？相亲？对啊，你如果不想相亲，可以不来。但是你既然来了，你就应该端正态度，尊重是相互的，懂？说吧，姓名、职业、家庭条件。裴南书，青城集团执行总裁，裴家大小姐，身家百亿，年孙和10，勉强还算配得上。我叫江胜，昆仑山一名辈分很高的修士，无车无房无存款。如果你想嫁给我，很简单，嫁妆100万，山间别墅1套，每月生活费10万。如果你想生孩子，也可以，生一个400万。江社是吧？我很好奇，你无车无房无存款，你能给我带来什么？我山医命相，样样解脱，即便是起死回生，也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简单。就我这一身手艺，你如果能嫁给我，那婚后的生活就得风生水起。你经常用这招骗女孩子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第一次相亲。江社在不在？再不来的话，相亲资格取消了。你不是来相亲的？从相貌到身价，你觉得我需要出来相亲吗？这儿不就是相亲大会吗？相亲大会在外厅，这是内厅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浪费感情。我不结婚，董事会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人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个美女。你什么档次？你敢让本小姐等你？废话少说，想娶我，彩礼100万，山间独栋别墅一套。对了，还有每个月10万零花钱。如果想生孩子也可以，生一个500万。这不是我的词儿吗？什么你的词儿我的词儿？你到底答不答应？大姐，那你这肚子怎么算？这事儿还买1送1啊？本小姐貌美如花，肯让你做接盘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没让你跟他姓就不错了。你叫什么？在哪里工作？月收入多少？江社，昆仑山弟子，刚从山上下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。什么？你没有收入？切，怪不得一身穷酸样。就你这个穷屌丝，也配跟我相亲？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，自己什么德行？大姐，我劝你呢，还是积点口德。我掐指一算，今日有血光之灾。哼，怎么？你这个穷屌丝还想打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光是动脸就花了10几万。我借你10个胆子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他不敢，我敢。你看应验了吧？贱货，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孩子他爹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。有男人还出来相亲，不知廉耻。谁呀？敢动我的女人？马王爷给了你几只眼？强哥，强哥，你终于来了！这对狗男女欺负我，还欺负你儿子，你替我教训他们。哎呦，宝宝乖啊，宝宝没事，爸爸给你报仇啊！哪个小妈犊子吃了雄心豹胆了啊？敢动我的女人？哟，嘿，这不是我们当时的高考状元江社吗？啊，高考状元就他？那可不。不过听说好像放着大学不上，跑到山上去修仙去了。嘿，怎么修仙渡劫失败了，跑山下来相亲呢？我不管。强哥，哦，你是那个啥强？哎呀，你闭嘴！就是这个穷货欺负我，还骂你的儿子是野种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啊，江社，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啊，现在立马跪下求饶认错，这事就算了。穷鬼，听到没有？还不快跪下！傻强，你让我跪下，你不配。我不配。老子现在是青城集团分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年入100万，高端绅士，上流社会。你一个连找老婆都要靠相亲的人，你说我不配？谁说他单身了？我就是他的女人。哟，嘿，美女呀，美女，你长这么漂亮，干嘛跟着一个穷鬼受苦啊？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哎呦，有钱才是王道。你身边这小子就是个没钱没势的废物，你离开他，跟了我，我保证你以后名牌包包、衣服、鞋子任你挑。强哥，哎，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我找个人给你分担，乖啊。你叫王强，是青城集团分公司高管。没错。哎呀，美女啊，这样，你要是今天晚上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也不是没有可能离婚娶你，对不对？啊！就你也配啊！臭婊子竟然敢打我！老子可是青城集团的人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谁？黑南叔，青城集团新任总裁。裴总，对不起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在我眼前消失。哎呀，走。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，多谢。你也走啊，一句谢谢就完了，你不得用点实际行动感谢我？也是，你刚才救了我，我们之间就有了因果。说吧，只要不太过分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我们结婚吧。也不是太过分。什么？结婚？没想到我刚下山第一天，
这凡劫就完成了一半。江少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和你结婚完全是为了应付董事会，以便我专心发展集团。你拿我当工具人？可以这么理解吧？青城集团资金出了问题，董事会想逼我与镇北王世子联姻。不过赵家狼子野心，所图甚大，我不会同意，所以只好找个人假结婚，以便堵住他们的嘴。怎么样？情敌是镇北王世子，你怕不怕？镇北王世子？当然不怕了，在我昆仑之主眼中，那都是弟弟。鬼的昆仑之主，吹牛都不会。你怎么不说你是大夏战神宁玄机啊？你说小鸡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宁玄机一拜。好。看在你诚意这么大，我便收你为徒。他也就身材还行。停，你可别再说了，你管宁战神叫小鸡，让别人听见，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还是先跟我走。干嘛去了？当然是去给你买衣服了。明天中午是京海首富冯安顺的70大寿，我需要你陪我去赴宴，总不能让你穿成这样去。也好，入乡随俗嘛。记住，明天的场面很大，青城集团的死活就看明天了，千万不要漏气。放心，更大的我都见过。这是给我买衣服，你简直拿我当牛马。这里有100万，是你和我结婚的酬劳。这位施主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我看中的不是钱。那你看中什么呀？娘子，我们何时洞房呢？别动！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宝贝，明日寿宴上的礼品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就这破石头，你拿它当宝贝？我们山上有的是。你不吹牛会死的，这叫镇山石油，稳固风水，驱邪避凶的作用，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。冯老可是金海的商界领袖，德高望重，他素来喜欢风水。明日可是他的寿宴，能不能拿到冯家的订单，我全靠这块镇山石了。碰坏了，担得起。就这破石头，当贺礼呀？闭嘴！这可是京城集团最后的计划，事关存亡，绝不容有失。你是不是没有见过宝贝？此物煌煌大石柱，乃昆仑山灵气孕育而生，每当日阴月满之时，便可吸收天地精华，不仅能镇宅消灾、趋吉避凶，更能绵延子孙、福佑后代，堪称顶级至宝。结婚也没有给你准备聘礼，明日你就把它送给那个什么冯老，订单包你拿下的。你以为这是上古神器啊？啊！再说，明日可是寿宴，寿宴上送粥，你想我死得慢啊？寿宴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早点休息吧。休息好啊！你干什么？当然是洞房了。你才小屁吃呢，脑子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睡楼上，你睡沙发。不一起睡吗？我睡你个头啊！虽然你看起来是挺帅，但我不是花痴。我裴南书的男人，就算不如大夏战神宁玄机，那也必须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绝不是你这种油嘴滑舌的神棍。谁说我不是顶天立地男子汉？我每天都顶天立地。打住，不用解释。哎，那2楼那么大，我睡别的房间总行吧？不行，谁知道你半夜会不会摸到我房间去？我堂堂昆仑山大弟子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免谈，你就睡楼下，这是命令。另外，
我警告你啊，我房里可是有把大剪刀，你要是敢上2楼，我就把你的第3条腿给扯。等明天一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这家伙在搞什么呀？玩手机亮度调那么亮，不瞎才怪。起床啦！看走眼了吗？比师傅还大。他俩到底谁更大？我这房子可真大呀！我去开车，你把礼物装进去，记住，千万别弄丢。放心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堂堂昆仑少主，拿这么一块破石头当寿礼，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儿子，寿礼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放心吧，赵少特地从昆仑山下从一个外门长老手上斥资上亿，买下了这只琉璃玉狮子，据说是昆仑山高手开过光的，冯老肯定喜欢。哦，只要拿下冯家的订单，董事会必然全力支持你。青城集团的总裁非你莫属。多亏裴南叔那个蠢货，要不是他拒绝了赵少的联姻，得罪了赵少，哪有我的机会哟？青城集团总裁裴南叔到。裴南叔，你个快破产的穷光蛋，学人家祝寿啊！裴少杰，我做什么还需要跟你汇报吗？我好心提醒，青城集团现在被各方势力打压，你即将破产，手上的股票一文不值。你有这钱，你不如留着给自己买个漂亮的棺材，何必浪费在这儿啊？谁在放屁啊？这么臭，还有点辣眼睛呢。他妈谁呀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他是我老公江胜。什么？你拒绝了赵少，就找了这么个屌丝做老公。你他妈真是狗肉扶不上脸，许天生下贱。喜欢当狗是吧？可是现在主人都不在，你冲谁摇尾巴呢？小蔡，你敢和赵少抢？我看你有几条命够死啊！裴少杰，你敢动他，我是不会放你。我有什么不敢？别说是他，等你被赶出集团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老子扒光你的衣服，把你送给赵少，让他慢慢玩死你。口无遮拦！裴南叔，你敢让这个野男人打我儿子？教子无方，你也该打。我敢动手打人，老子跪下！我呀！小子，你有什么邪术？让我儿子动不了，赶紧发给他！你们父子不是厉害，自己捡的。裴大叔，你赶紧管管你这个男人！别忘了这是哪儿，这可是冯家，你要惹怒了冯家，谁也别好过。江胜，别胡闹了。裴少杰虽然是可恶，但冯家我们是得罪不起的。虽然我个子不高，但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帮你顶着。我看看是谁敢在我冯家的宴会上闹事儿。
给老子等着！今日我父亲七十大寿，特摆宴席邀请大家，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，把我冯家当什么了？冯老，冯总，不是我们的，是这小子扰乱寿宴，动手打人，他不将冯家放在眼里啊！是啊，冯老，他打我们俩。就是敢在我冯安顺寿宴上无事生非，我冯家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冯老，您不要误会，我们是来给您贺寿的，是他们父子为难我，江社看不下去，才出手教训。乱我寿宴，无故伤人，本事那么大，老夫承受不起。你确实受不起。若不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你们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。混账！江社，你快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呀？我说都实话。裴南叔，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呢。冯老贵为京海商界领袖，冯家更是京海第一财团。你说连冯老都受不起了，我看他是没把整个京海放在眼里呀。这小子也太狂了，看不起冯家，就是看不起京海百族啊！老夫我纵横京海几十年，还未遇到如此对我不敬之人。小子，你是代表青城集团向我宣战的吧？冯老息怒，青城集团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江社，还不快给冯老道歉！我道歉，让我道歉，他还不够格。你是害死我吗？冯老德高望重，京海多少企业要仰仗冯家的鼻息？这小子出言羞辱冯老，岂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？要我说，至少断他一双手，再让他跪下给冯老磕头谢罪。没错，必须跪下磕头谢罪。若不严惩，岂不是让别人认为我京海世家软弱可欺？就你们这群渣子，还想让我下跪？放心，京海谁不给我冯家几分薄面？你敢挑衅我冯家？冯老，江社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，一时说错了话，还请您原谅。我们的确是诚心来给您贺寿的。贺寿？别说这小子现在冒犯了冯，就是没有，以青城集团现在的窘境，拿得出一份像样的贺礼吗？你不长个子，还不长眼。谁说我没有寿礼？小子，你说的寿礼该不会就是这个破盒子吧？怎么如此寒酸？老子今天就让你开开眼，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寿礼。冯老，听闻您喜欢风水攀岩，少杰特地斥资上亿，从昆仑山外宗一位长老手中求了这尊琉璃玉狮子，将它置于家中，不仅可以旺财镇宅，更能辟邪啊！昆仑山啊，这在我大夏可是数一数二的道家门庭啊，哪怕是夏宗，也是我等难以企及的存在。是啊，爸，听闻昆仑山镇宅灵气最是灵验，裴少杰无心了。这份寿礼，老夫我甚是喜欢啊！完了，这个身世绝对不可能比得过这尊玉狮子，顶单没戏了。小子，看到这才是像样的寿礼！他妈赶紧滚蛋！就这种垃圾，配上桌？放肆！大胆！你真当老夫是你捏的吗？江社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岂有此理！你在挑衅我冯家底线，真以为我冯家没有脾气是吗？来人！给我把他的2条腿打断！我倒要看看你在挑衅我冯家之人骨头到底有多硬！冯老，求您网开一面。虽然他行为莽撞，但毕竟是我带来的人，我必须把他完整的带回去。裴南叔，我看他就是你指使的。你仗着自己是青城集团的总裁，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，可以目中无人吗？我冯家不惹事，但更不怕事儿。敢挑战我冯家，青城集团也要付出代价的。冯老，这件事情我会负责。砸烂的琉璃玉狮子，我会照价赔偿。赔？
我冯家的脸面，你拿什么来赔？不就是一堆垃圾吗？砸坏就砸坏，我们没见过世面。小三，我这可是昆仑山上的神器，以为你随便拿个垃圾就能相提并论吗？小子，别说我冯家没给你机会，今天你若是能拿出一份更好的寿礼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；要是拿不出来，别说你，青城集团也没必要存在了。好，不行，你不能拿，你疯了！镇山石怎么能跟6灵玉狮子相比？你这是在找死！你放心吧，说不定冯家还要反过来感谢我。哦，谢，是谢你在这寿宴上捣乱呢，还是谢你打了冯家的脸面啊？一会儿你要是拿不出像样的寿礼，不用冯二您出手，我一个人他死在这儿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作证，戏耍冯家就等于戏耍整个京海氏族，我们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不能善罢甘休。教授，这下你满意了，不仅害我拿不到地毯，现在搞得自己命都快没了。我当初为什么就选了和你结婚呢？老婆，我说没问题，一定没问题的。你帮我积极什么呢？你不是拿了寿礼，拿出来呀？是不是不敢打开？再拿不出来，戏耍冯老的罪名就要坐实了。裴南叔，你们两个都得一起死！既然你们不相信，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叫做宝贝。啊，完了，这次我真是被江社害死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一定晃瞎他们的狗眼。难道我的镇山石真是至宝？至宝！裴南叔，寿礼送终啊！你到底是何居心？什么？送终？嘿，不用谢。谢，他恨不得杀了你。送终贺寿，好大的胆子呀！没见过世面。此钟乃煌煌大日钟，既能镇宅消灾，又能庇佑子孙。够了，江社，你能不能别再胡闹了？我是在帮你啊。帮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在害我。都说了，寿礼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，为什么你一定要一意孤行呢？你分明就是想害死我！都给我闭嘴！裴南叔，青城集团，好啊！寿宴送终，老夫我一生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。南叔，你如此羞辱我父亲，我冯家绝不善罢甘休。我宣布，我冯家旗下所有产业不再与青城集团合作。另外，从今天起，我冯家彻底封杀青城集团。整个京海，谁敢与青城集团合作，就是以我冯家为敌。我京海王家也宣布，从今以后断绝和青城集团的一切合作。我京海李家也从今以后绝不会与青城集团有业务往来。我京海宋家傅毅、裴南叔，看你干的好事，让青城集团成为众矢之的。如今你要当众宣布辞去总裁一职，才能平息大家的怒火，才能挽救青城集团。否则的话，别说京海，就连我们裴家也容不下。没想到偌大一个京海，一个识货的都没有。我把这么重要的宝贝送到你们面前，你们居然都不认识，还在大放厥词，拿个破钟当宝贝，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？混账！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冯家，来人，给我废了他的四肢，扔在大街上要一辈子饭。老头，我劝你识相点。此煌煌大日钟乃至宝，一想挡灾，二想招财，三想福泽三代。若不是我老，我绝不可能送你。放肆！还敢胡说八道！你们还不赶紧动手！老头，你们冯家要大祸临头啊！动你就有大祸！以冯家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别说杀了你，就算是要灭掉整个青城集团，也不会有任何代价。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该不会以为仗着青城集团就能对抗冯家吧？真是猖狂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江氏，
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别再乱说了？刚才这钟可响了一声，你们冯家必有大祸临头。目前尚有化解之法，但我有天道因果在身，你们冯家若敢动我，轻则家破，重则灭族。你敢威胁我冯家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混账！先是闹事，然后送终，还诅咒威胁我冯家，真以为我冯家不敢打杀你吗？冯总，要是不严惩这对狗男女，恐怕以后谁都想来踩冯家一脚啊！这从今天开始，不把青城集团连根拔起，我冯光辉誓不为人。冯总，我现在就带他离开。刚才不走，现在不用走了。今天我就把他全身的骨头敲碎。我倒要看看我冯家是如何大祸临头的。等一等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出车祸了。什么？老头，我说了，此钟一响，你们冯家必有大祸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难道他的钟真能预测吉凶？教授，这煌煌大日钟乃天地至宝，你们冯家若能拥有它，必定能镇宅消灾，驱凶化吉。胡说八道！大家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什么意思？冯老，这小子胆大包天，依我看，冯小姐的车祸就是他一手设计的呀。你说我孙女儿的车祸是他做的？没错，目的嘛很简单，他就是为了让大家相信他手中的那个破钟是真的，取得冯家的信任，帮裴南叔拿到冯家的订单。诸位，就凭这一个破钟能测吉凶，你们相信吗？他是为了冯家的订单设计陷害冯家大小姐。混账！你敢设计我冯家，害我孙女出了车祸！来人，给我活活打死！老爷，不要动手！这种人就该死！你干什么啊？难不成你是帮凶啊你？开吧你！老爷，大小姐没有事。你说什么？大小姐的跑车被货车追尾，车都碎了。大小姐不但没事，连一点伤都没有。听大小姐说，哦，有一口钟从天而降，保护了她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对呀，车都稀碎了，人没伤。怎么？你们很希望冯小姐出事吗？难道是这口钟救了我的孙女？我早就说过，此钟乃煌煌大日钟，不仅能镇宅消灾，更能庇佑子孙。多谢江先生的救命之恩。裴小姐先前有所冒犯，老夫给您道歉了。另外，我宣布，冯家所有的订单交给青城集团，注资由200亿提高到1000亿。1000亿，多谢冯老。冯老，不妥了。怎么，我冯安顺做什么事还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吗？不敢。裴小姐、江先生，从今以后，你们2位就是我冯家的座上宾了。请。老头，这脸变得也太快了，一把年纪做人可不能这样。我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请。赵少，计划失败了，裴南叔还是拿到了订单。无妨，我不会给他签字的机会。联系赤龙，他会帮你。好。裴南叔呀，你逃不出我的无视啊！裴总，合约都已经整理好了，等明天签约后一过，集团就能获得冯家的1000亿。顾爷，这次多亏你了。小意思。先生，冯家小姐车祸化险为夷，真是因为你那个钟？当然了，别说是车祸，就算她是从100米高楼上摔下来，那也一样没事。我干嘛骗你啊？当然是为了混进裴家当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儿啊！赤龙，裴少姐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把这份转让协议签了，把冯家的订单交出来。冯家的订单是拯救集团的关键，我不可能交出去。裴大总裁，我赤龙作为金海的地下魁首，既然来了，
就没有跑赢的说法。我劝你最好识相点，不然今天你这个金海第一美女，恐怕就要香香玉殒喽。你恐吓我？我就是恐吓你。这别墅的里里外外已经被我赤龙会500个精英团团围住，你不签就死，不签就死。裴少杰，你勾结赤龙会，威逼裴总，你不怕王法吗？来，裴少杰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在青海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你混蛋！个贱货！你个秘书也敢对老子大呼小叫的，我操！信不信老子先拿你开刀？你敢？裴总，合计生财嘛。我劝你最好想清楚，换我出手的话，你们下场会更惨哦。赤龙，裴少杰花了多少代价请？我给你双倍。双倍？等你签完字，我赤龙拿到的只会更多。裴少杰，你现在收手，我给你10%的集团股份。冯家的订单很重要，我必须亲自跟进。10%？你当我要饭呢？我要的是整个青城集团。我给你5秒钟，哎，你要是不签呢，我就在他脸上开1朵花。喂，我也给你5秒钟的时间，从这儿滚出去，不然呢，我把你的头塞进他的屁股里，很疼的。你不放屁，我还把你这个傻逼给忘了哈！今天要不是你他妈一阵胡闹，老子早就拿到冯家的订单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啊！江生，快闭嘴！你根本不了解赤龙会是什么样的存在。我管他什么红龙绿龙，在我眼里皆是蝼蚁。放眼整个金海，谁他妈敢说我赤龙会是个蝼蚁啊？你们两个来，去把他的骨头给我拆了，让他知道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，那多没意思！你得跟他说的一样，把他的头塞到他的屁股里。老子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画面了。裴少杰，你敢动他，我是不会放的。自身都难保了，还逞什么英雄？等我弄完他，就来收拾你。江生，快跑！小子，本来想一刀解决你，但你忤逆赤龙会，老子要将你千刀万剐！去死吧！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. Who am I to disagree? I travel the world and 7 seas. Everybody's looking for something. 能他妈玩阴的呀！小爷这可是正宗的天师手段，妈的！ 会点戏法就敢大言不惭！我跟你说啊，赶紧把我兄弟解开，要不然门外那些500个弟兄，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。蝼蚁再多，那也只是蝼蚁，不够我1根手指头的。你他妈找死啊！大哥，等等，怕了，晚了！就算你现在向我磕头认错，老子也把你的脑袋给揪下来当球踢啊！大哥。 我晚上呢还得住在这儿，咱们要是打起来弄脏了很难收拾的。要不我们外边去？哟，是条汉子，老子就亲自送你。江生，你不要命了？担心我？ 放心吧，就他们几个伤不了。给我1分钟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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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裴少杰，订单我可以给你，你快让赤龙停手。现在知道服软了，完了！赤龙亲自出手，这小子要是不死，我跪下来给你舔地板的。你看。 你还是好好想想后面怎么一个人守寡吧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，怎么走出这扇门。
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地方受伤？我又没动手，怎么会受伤呢？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别长，我的手是他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妖法，我的人一个个的跟中了邪一样，自己打自己。就我连我这条胳膊，都是我自己亲手打断的。不可能！到底什么人呢？你用了什么妖法？放心，你很快就体验了。裴少姐，你走吧。冯家的订单我是不可能给你的，倾城集团也绝对不会落在你的手里。你要是再不离开，别怪我让江社对你下手。你，好，裴南主，你等着，今天的事不代表你明天的签约会就能顺利签约。我们走。为什么不让我解决他们？别装了，你的迷药应该只在外面好使吧？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将赤龙故意引到外面去？这里有500万，你赶紧拿着钱离开。什么迷药？这赤龙会不简单，你这种江湖手段很快就会被他们发现的。要是再不走，等他们发现就来不及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想让我交出倾城集团，除非我死。爷爷，你说是送这个粥的人救我？他叫江社，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，长相嘛也颇为帅气。管家，1个小时，我要江社的全部资料。是。爷爷，明天的签约会我替你去吧，我想去见见这个神奇的救命恩人。好啊。你为什么还不走？其实呢，我是被师父赶出了师门，没有地方去。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是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还能怎么办？赵家和裴少姐是不会放弃。为什么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还是要处处争？就因为我爸妈死的早，就因为我是个女人，所以活该被欺负。我只是想守住我爸妈留下来的公司，想守住裴家。为什么真的好累？你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帮我拿到订单，帮我打跑车，却从来都没索取过什么？因为你是我老婆，对你好那是天经地义。你真的什么都不懂？难道就在天台？会不会太刺激了？你们男人不都是喜欢刺激？裴总，怎么了？裴总，好了，刚刚传来消息，明天签约会上，冯家代表冯宝宝失踪了。什么？他怎么会失踪？冯家的人怎么说？冯宝宝离开冯家之后，人就消失了，冯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。一旦他缺席明天的签售会，那我们之前所有的筹备都将沦为泡影。裴总，怎么办啊？项目到头了，终究还是出了大水一场。姑爷，你快安慰安慰小姐。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安慰，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件事情交给我。可是姑爷，我们现在连冯家在哪都不知道，怎么解决？还是请执法局出手吧。等他们出手，就算他的坟头草没有3米高，那签约会早就泡汤了。姑爷，你会变魔术啊？什么魔术？这是法术，奇门遁甲术中的纸鹤寻人。放心吧，冯宝宝我一定会带回来，让他准备好签约会，我去就会。姑爷，不要！
少，不如我们一起离开。江少呢？姑爷刚才说去找人，然后就从这里跳下去了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是你喝多了还是我喝多了？这么高跳下去，岂不是摔死了？摔不死，姑爷他摔不死，难不成他还是铁做的呀？不是，姑爷他是飞走了啊！完了，又疯了一个。人我抓到了，很好，剩下的3000万明天打过去。不是3000万，什么意思？冯家在大夏的势力，你比我清楚。我雪狼步兵团冒险越境，这个女人不死，我们就会被整个大夏盯上。你想加多少？1个亿。好，钱我给，但人要留活口。合作愉快。京海冯家的掌上明珠果然名不虚传啊，比我玩过所有的女人都好看，只说留活口，没说不让动。兄弟们，今天晚上有乐子了！动啊，动啊！越动我越兴奋，动啊！小宝贝儿，别担心，待会儿我就会让你欲仙又死。他们谁呀？就你们这群渣子，耽误小爷洞房，知不知道什么下场？小子，你谁呀？你叫冯宝宝，那我老婆说的就是你了。他说我是他老婆。可这么不把我雪狼佣兵团放在眼里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我操！小子，你他妈到底谁呀？你不配之力，挡我者死！老大，有倒兵呢，用他一个。小子，别以为会变个戏法就能唬住我雪狼佣兵团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。上，给我干掉他！给我上，跟我一起上！自作孽不可活！给我干掉那个女人！放心吧，有鸽子，这玩意儿没有用。真他妈是有病！手枪不管用，那机关枪，那扛不扛得住？你快走吧，不要管我，记得让我家里的人给我报仇。再不走，我们2个就得一起死。放心吧，我们谁都死不了。小子，我承认你有的本事，敢单挑我雪狼雇佣军，你他妈自信是不是过头了？打，把他给我打成筛子！怎么会这样？他是个怪物。想知道？去问阎王吧！去你妈的怪物！老子的大炮专门打怪物！嘿，打完收工。老公，你就是我爷爷派来救我的吧？你可别瞎叫，我可是名花有主，我老婆叫裴南书，就你的生意合作伙伴。你赶紧跟我走吧，别耽误你跟我老婆的签约仪式。我冯宝宝看上的男人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裴总，记者都到了，签约会就要开始了。江少呢？有消息了吗？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？不用打了，他来不了。是你做的。
你这么做会毁了倾城集团，你知道吗？我提醒你啊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这倾城不是你一个人的倾城。拿不到订单，倾城集团就完，你能得到什么？等签约会落空，你卸任总裁之后，就会代表倾城跟冯宝宝签约，到时候我就是倾城的大功臣。回见。诸位，今天有个突发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啊！有人为了霸占倾城集团，满足一己私欲，故意放出假消息。今天根本就不是冯氏集团的签约会。这种事情也敢伪造，太过分了！那人是谁？简直无法无天。就是他，倾城集团现任总裁裴南书。裴总，你需要给出解释。欺骗媒体和大众，这就是倾城的态度吗？不良企业难道不怕被抵制吗？裴大总裁，请。哇！是老裴总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要隐瞒的吗？他敢愚弄公众，无论是谁都不可原谅。给我。裴南叔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倾城的市值一下子蒸发了上千亿，股东投诉，企业撤销合作，再这样下去，倾城就彻底完了。爷爷，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我会卸任的。现在卸任有什么用？倾城已经千疮百孔了，处理不好你就滚出裴家。裴南叔，这就是你跟本少组队的下场。等你卸任之后，老子玩死你！裴总，要不还是给姑爷打个电话？你还在找那个废物？爷说他找不到，就算他真找到，也得死在那儿。那儿可有一整个邪恶军团等着他呢。你真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？是让你给点丢脸，现在后悔完了。快点宣布吧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们期望，江胜，是我害了。各位，我宣布，倾城集团签约会正式开始。冯小姐来了，是冯氏集团的冯大小姐。这怎么可能？冯宝宝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大家好，我是冯宝宝。帅吧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找人救人很简单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出了点事情，不过好在已经有人帮我解决了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冯小姐，听说倾城和冯氏的合作是假的。冯氏集团不是要和倾城合作，而是要深度合作。我宣布，冯氏集团和倾城的合作期限从5年变成10年，另外注资从1000亿追加至5000亿。10年5000亿，冯总，感谢你对倾城的信赖。不过我有一个附加条件，冯总，您说无论什么要求，我裴南书都会满足。哦，是吗？我要你把江社让给我。什么？我要你把江社让给我。不行。看这架势，金海的2大美女在争风吃醋，这又是一个大新闻。冯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江社是我老公。那就当我没说。不过在合作彻底落实之前，我要江社当我的贴身保镖，否则一切合作免谈。没问题，冯总，姑爷，你说对吧？一个保镖，行吧？裴总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
位媒体，今日的签约会正式结束。你还不走？江社，昨晚的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。希望你也是。昨晚的事儿，你跟他昨晚有事儿？你跟他昨晚有事儿？你跟他昨晚没事儿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昨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，孤男寡女，我说没事儿，你们会信吗？你可千万别瞎说啊！昨晚你浑身湿透，我都没进去，我就在门外等你换衣服啊。孤男寡女还失身，交在中算着。这裴南叔，这次是你好运，但你不会次次都这么好运。一日不交出青城集团的核心技术，一日就让你们不得安宁。站住！大庭广众之下还想不成？上次放了你是看在魏老伯的面子上，这次你还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别乱来啊！你知道我赵少会报应。我管他什么照片，得罪我就只有一个下场。我怎么不知道金海还有你这么牛逼的人呢？住手！赵林然，你要干什么？打狗还得看主人，打我家的问过我。还有主人，真好。小爷打狗从来不看主人。小西，1分钟干了。九局一判，竟然是扶桑先生，武武者，有两下子，怪不得敢跟本世纪强硬。陈南叔，来，你出来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自己进去，放弃跟冯家的合作，我可以饶你们。你赵家好大的威风，我冯家想和谁合作，你也配阻挠？我不配。那军部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军部有令，禁止冯家与青城集团合作，如有违令，大下除名。不禁令，你是谁？这位就是军部的执事吴超吴老。我们冯家和青城集团合作自由，就算是军部也没权利阻止吧？青城集团此次研发核心产品，涉及军部医用领域，事关重大，在军部没有考核完之前，任何人、任何势力，军部可私自接手，违令者杀无赦。裴南叔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就自己赶紧进去吧。我不信军部是你赵家的私人工具，只要审批通过，我青城集团一样可以和冯家合作。就你还想拿到审批？我们赵家早就掌控了军部上下所有的东西，你还想拿到审批？现在你除了交出青城集团的核心技术，别无选择。还有你呢，冯宝宝。今天有我在这，谁都带不走。臭小子，别以为你懂点武就干个本事吃小肠。我不光要嚣张，还要废。江少，不要冲动，他可是镇北人世子，镇北人坐镇一方，权柄不是我们可以靠的。我给你们1天的时间考虑，记住我说的。走。黑总，赵丽安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知道，明天应该就有消息。再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，别瞪。说，你跟冯宝宝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了他，赵家和军队你都敢招惹？我冰清玉洁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我那是为了他吗？我是为了你呀。我看你们明明就是有一腿。我跟他绝对没有一腿。我发誓，就算他现在一丝不挂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也绝对不会看他。江社哥哥。你来干什么呀？人家害怕赵林安报复，想挨着那个谁，安全点。江社，你还说你们没有一腿？
我冤枉呢。近视就是厌世，厌世就是心虚，心虚就是有事。没事儿，我出去，这是我家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有合约的。我在金海期间，江社哥哥要贴身保，我没让他去我家，而是我亲自过来了，算便宜你们了。也就一般般嘛，还没我家好呢。江社哥哥，不如你搬去我家住吧，爱住就住，不住就滚。真小气，真不知道江社哥哥是怎么喜欢你的。哎，两位姑奶奶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少说几句啊。江社哥哥，我都听你的，不跟胸小没气量的人计较。小吗？对了，我今晚住哪儿啊？一定得离你近一些，不然我害怕。最好呀是在一个房间。我现在呢是厅长，睡客厅。好，那我陪你住客厅。什么？不行，你不能住客厅，楼上有房间。为什么不行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江社哥哥结婚就是为了找挡箭牌。既然你不是真心想和他好，那你就让给我。谁说我不想啦？总之，你就是不能住客厅，这是我家的规矩，不住你就出去。还有，我要休息，要么睡楼上，要么回你家。真小气，聊两句都不行。江社哥哥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你晚上要是睡不着呀，就去楼上找我聊聊天。这女人比天劫还难对付。社哥哥，你平时怎么修炼的？哎呀，这个手这样。这是我家，要打情骂俏去别的地方。走就走，真小气。江社哥哥，咱们去我家，我家的沙发又大又宽敞。走。裴总，不好了！刚刚得到消息，集团和冯家合作的审批被军部拒绝了。没想到赵灵安说的竟然是真的。那拿不到审批会怎么样？如果拿不到部队的审批，集团就拿不到冯家的注资，到时候资金链一断，不仅研发会失败，集团也会因此破产。裴总，现在怎么办？赵灵安的父亲是军部元老，赵家在军部的关系不是我们能比拟的。或许我能找到1、2个军部高层，但恐怕也无济于事。难道就一点办法没有？也不是没有，赵家能笼络军部，但是笼络不了战神大人。只要能让战神大人出手，那就还有机会。大夏战神凌玄机，战神大人执掌军部，统领大夏所有将士，是龙主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。我裴南树何德何能，怎么可能找到他，去得到他的帮助？或许青城集团已经哎，等等，如果你们说的是聂玄机的话，我好像有办法。什么？姑爷，你有办法？是不是只要找到聂玄机就能解决这件事情？说的轻巧，要见到战神大人谈何容易？你知不知道战神大人在军部要处理多少事情？怎么可能就因为一个倾城去得到他的格外资金？以前我不知道，但是现在你要见他，他不敢不见。你拿这块玉佩，就说找聂玄机，他一定会见你。江神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就一个破玉佩，能让战神大人亲自来见我？说出去谁信？我信。啊！你们疯了！他怎么可能认识战神大人？裴总，你就相信姑爷一次吧。是啊，江社哥哥说了能见，那就一定能见。你认识战神大人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，非要我拿着信物去？我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你能不能轻点？啊，师傅，娶了我吗？师傅，就娶了我吗？师傅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打你了。我不能见他，我要是见到他会很麻烦的。总之，你相信我，
他一定会见你的。你不见我见，我相信江社哥哥是不会骗我的。我老公给我的东西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真是服了，他居然能相信他的鬼话。裴总，你真应该相信顾爷一次，他很厉害的。方兰，我看你也疯了，那可是军部战神，整个大夏的守护神，就凭这么一块破玉盘，江社凭什么说能见到战神大人呀？裴总，冯老宴会是不是姑爷帮了你？冯小姐被绑架，是不是姑爷给救回来的？姑爷很厉害的。站住！军部重地，不得进入。我们来找战神大人。哼！战神大人军务繁忙，只是你说见就见了。我们不是乱闯，我有信念。军部重地，指示大人。吵什么吵？指示大人，我是青城集团的总裁裴南书，我特意来求见战神大人。战神大人没有时间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指示大人，我真的有要事要求助战神大人，我这里有见战神大人的信物。信物？这御前令牌，你们是怎么得到的？你们怎么得到它的？裴总，真的管用。这块玉牌是我老公给我的，我现在可以见战神大人了吧？哼，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冒充我军部的御前令牌，还敢到我军部招摇撞骗！来人，抓起来！指示大人，这个玉牌是我们家姑爷给的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冥顽不灵，给我拿下！早知道就不该相信他的鬼话。指示大人，请你好好看一看，我们家姑爷一定不会骗人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连军部特制的御前令牌都认不出来了？像你这种东西，在外面的古玩地摊上能够买一堆。这是战神玉牌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行刺本执事，好大的胆子！抓起来剥皮抽筋！裴总，你快打电话给姑爷，让他来救救我们呀！行刺本执事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完了，这次真要被江社害死！住手！天龙大人，刘禅，你想造反吗？天龙大人，不是我，是有人假冒令牌过来行刺。你眼睛瞎吗？这块令牌的真假都辨别不出来。人呢？送牌的人呢？带我去拜见。就是他们俩。枪放下。两位，这块令牌你们是怎么得到的？是我老公给我的。他说拿着这块玉牌来军部，就能见到战神大人，青城集团就能通过军部审批。军部审批？是，青城集团一直和军部有合作，只是最近审批被拒，急需军部同意，否则青城集团就完了。既然被拒绝了，那肯定是代表不能通过。我们军部的审批一向很严格，不过有这块令牌，你们明天可以过来复审。这块玉牌的权限有这么高吗？这令牌的权限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高。这样，今天你们先回去把材料准备齐全了，明天军部大会过来就可以。好。天龙大人，镇北王赵家曾打过招呼，说青城集团的审批务必不要通过。混账！镇北王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插手军部的事？我告诉你，这块令牌的背后主人，就算是战神大人来了，也要跪拜。什么？大人，战神玉牌出现了。什么？我师父出山了？江社哥哥，你看人家的腿美吗？要不要摸摸看？美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啊，对，见到聂玄机了吗？没有。啊？但是我们见到了军部的天龙大人，他已经收下了玉佩。他还说，只要集团资质没问题，明日就可以去军部大会复审。那就没问题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很有可能去了也通过不了。只要天龙把玉佩交上去，就一定可以的。江社，你想的也太简单了。
以镇北王府的势力和手段，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相信江社哥，我也相信姑爷，他说没事儿就一定做得到。你们怎么那么乐观，那么相信他呀？军部的水有多深，谁都不知道。师傅，你在想谁呀？小鸡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江社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他又是谁啊？不好在军部待着，跑这儿来干嘛？当然是小师傅啦！这都什么时候，你还在这沾花惹草？要是明天军部大会审批失败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他都来了，军部那边肯定没问题的。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他是军部战神啊！哎，黑总，我还是相信姑爷。江社哥哥，他是谁啊？他呀，我的徒弟宁小鸡。宁小鸡，名字真难听。快放开江社哥哥，小心我让你走不出京海！丑八怪，松开我师傅，不然我让你冯家从京海出名！你松开他！你松开！江社哥，放开！你们两个别吵啊！放开自己双手！这混蛋都死到临头，居然只想狂！哎，黑总，这也说明咱们姑爷优秀嘛。你得干看着呀，这跟他抢啊！你是正牌夫人，知道不知道？可是我不会呀！哎呀，给我瞅一瞅，你跟我学。姑爷。谁能救救我呀？江社，我总觉得这事儿不靠谱。一块破玉牌，怎么可能让我们见到战神大人啊？黑南叔，你们还真敢来呀！我看你们是铁了心的要跟赵少作对是吧？我不想跟任何人作对，我只想拿到审批，守护青城集团。可惜了呀，你没这个机会了。赵灵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想把你们给灭了。小妹啊，你所仰仗的冯家跟青城集团，在赵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覆手可灭。嘿，你现在尽管嚣张，一会儿我会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。算什么东西也敢威胁我师傅？裴南叔，放弃你那无所谓的挣扎吧。我们赵家财雄势大，我爸更是军部元老，对付你们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啊！现在你只要交出集团的核心技术，我保证饶你们一命，不然都得死。赵灵，你把军部当成你赵家徇私的工具，你就不怕我们捅上去？捅？我哪捅啊！整个军部除了战神大人，全是我赵家的人。你就是捅破天又能怎么样啊？个白痴！这下知道赵少的厉害了吧？婊子，等赵少收拾了他们，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大夏军部纪律严密，怎么可能和赵家蛇鼠一窝？战神大人更是嫉恶如仇，公私分明。你赵家打着军部的旗号作恶，就不怕被他知道？你的意思就是忤逆赵家的意思吗？是有理。我找你看戏呢，还不动手？好，赵公子，
你要干什么？你天龙大人手下亲卫副将严明，我军部重鼎，岂可随意拔枪？吴涛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小姑娘，我看着你有几分眼熟，咱们见过？严副将，这几个人擅闯军部，我让吴涛把他们拿下，没什么不妥吧？赵灵安，您的父亲郑北王是我军部退休的元老，他来了，我倒可以进他三分。但是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支配我军部的人？请问你是裴南书裴小姐吧？裴小姐，这个是战神大人亲自批阅过的文件，贵公司在我军部的审核全都通过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战神大人怎么会过问这种小事？是啊，这位大人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过问我军部的事情？赵灵安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该你管的事情别管，不该你问的事情让他们问。裴小姐，这个文件您拿好。青城集团将来开展的所有项目，我军部不光不会干预，而且还会大力支持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多谢战神大人，多谢严副将。我就说嘛，军部又不是黑白不分，战神大人又不是昏庸无能之辈。小姑娘，你说的没错，战神大人不光公私分明，而且他能力还很出众。我呢，虽然年长他一些，但是对于战神大人，我也只有崇拜。你看，我就说了没问题，还担心什么？没想到这个玉牌真有效用。当然，江氏哥哥真棒。那既然事情办完了，我就送各位出去吧。慢着，赵灵安，你还想干嘛？严明，我怀疑你那份战神大人的审批文件是假的。赵灵安，放屁！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当然知道，战神大人身居高位，每天要处理多少军部大事，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合作项目还要亲自审批？对，赵灵安，是真是假，轮不到你质疑，因为你不配。他不配，找我的；他不配，找我的。严敏，我乃白虎大人亲卫副将，与你同级，我有没有资格质疑这份文件？华伦，这个文件可是战神大人亲自批阅的，天能将军专程派我送过来的，你要不信自己去问呐。不用问，它就是一份假文件。来人，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华伦，这是想造反吗？要造反的是你！战神大人身份何等尊贵，怎么会为了区区一个项目亲自去审批？啊！我看这份文件是你伪造的。严明，你串通裴南书伪造军部文件，你胆子好大哦！无视军部法纪，损害军部利益，严明当场就可以枪毙你。还有你们，啊，勾结军部奸细，企图祸害军部，一样是死罪。裴南书，我说了，你斗不过我。刚刚你要是乖乖交出核心技术，还能安然无恙啊！你们。非要弄成现在这个样，现在死去吧！赵少英明，这一下就将他们一网打尽了。听我命令，将这一干人等统统打入军部大牢，等候审判。我看谁敢！你敢反抗？信不信老子就地崩了你！我给你数3个数，把枪给我放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3。他好面熟。2。副将，跟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没什么背景。小丫头，再不束手就擒，老子他妈的毙了你！你敢打伤王副将？他敢拿枪指着我，我杀了他！这里是军部重地，打伤亲卫副将就这一条。都够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大人，敌人袭击军部，天爷将我打伤，请速速前来镇压。裴南书，白虎大人亲临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了你。别说审批文件是假的，就他妈是真的，你们一样要死。裴南书，
不仅保不住公司，现在连命都保不住了。这下彻底完了。一旦白虎大人来了之后，我们就真的必死无疑。放心，有小鸡在，你就看他的。还他妈大放厥词！我说了，这是哪？这是军部，还想全身而退？你以为你战神大人？现在跪下来求我保证待会儿让你们死个痛快。战神，就算他本人站在这，我让他跪，他也不敢站。没错。好大的口气呀！谁敢让我军部大人下跪的？白虎大人，就是他们！白虎大人，他们勾结内奸人民，伪造军部文件，还出手打伤了您的前卫副将，甚至出言侮辱战神大人。此人更是极其的嚣张，扬言战神大人来了，还要给他下跪磕头。白虎大人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闭嘴！人民，本将还没问，你没资格开口说话。小子，就是你让军部战神大人下跪的？没错，别说是下跪，就是我打他，他也得给我受着。嘴倒是挺硬啊！来人，将他们全部打断四肢，穿了琵琶骨，送进军部天牢，严刑拷打3天，到时老子再慢慢审问。白虎，未审先用刑，你真是视军部法律为无物。你猜，如果战神大人知道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诛大人的名讳！老丫头，那是对军部律法很熟悉啊。可惜啊，今日战神大人不在军部，这军部的律法还就是老子说了算。动手！废物，找死！本座来会会你干！你们完了！白虎大人亲自出手，你们都得死啊！能与你死在一起，我不后悔。江师哥哥，我也是。哎呀，你们放心吧，他可是我的徒弟，绝不会输。不愧是我的徒弟，打得好。是师傅教的好。阿伦，传令三军，听说外敌袭击军部，让他们速速集结，要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就足尽速战备。是。三军，江社，这次你不死也得死，不光你要死，就连你的家人也要一起陪葬啊！白虎大人，三军那是战时才出动的军备，现在调遣未免有点太兴师动众了吧？杨明，再多嘴，我连你一起杀！白虎，你疯了吗？连三军军备你都敢出动？老子就是疯了！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，包括你们的家人，我都要一个个的尽数诛灭！白虎大人，三军已集结完毕，请您下达命令。白虎，事情还尚有一线转机，不要执迷不悟。是战神大人吗？还敢教训老子！传令下去，让三军将这帮反贼诛杀于此！我要一个不留！是。看来今天真的只能葬身于此了。小金，交给你2个项目。好嘞，师傅。怎么，你们还要变身不成？告诉我，今天无论是谁，别想囫囵个的从这里活着走出去。那本座倒真想试试看。白虎，战神大人，
大侠战神宁玄机，还不退下？宁小鸡就是宁玄机。白虎，你好大的场面，还敢调动三军？谁给你的底气？战士大人，白虎愚昧，请大人恕罪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本战神念你昔日有功，饶你，便革去你大将之职，滚去镇守边关吧。白虎，领命。还有你，赵灵安，把军部当成你赵家的私堂，你有几颗脑袋可以砍？战神大人，你看我父亲军部元老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好不好？军部元老，就算你父亲镇北王再死都一样。把他抓起来，送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。师傅，我刚才表现的不错吧？表现的非常不错。江社哥哥真厉害。喂，这件事情明明是我办妥的，你怎么不夸我？还有，我师父本来就厉害，那是毋庸置疑的。能教出这样的徒弟，江社哥哥最厉害了。大夏战神是江社的徒弟，还对他百般爱慕。江社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计划失败，世子殿下被关入了军部大牢。怎么回事？本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谁知道宁玄机突然横插一脚，站出来给裴南书撑腰，不仅通过了青城集团的审批，还羁押了世子殿下。宁玄机，叶少杰，拿着我的令牌到军部，把我儿子救出来。是。田丰大人，赵怀见过田丰大人。赵怀，我田丰一族暗中扶持你赵家多年，如今我扶桑大军已经在边县集结，蓄势待发，绝不可以坐视良机。田丰大人，此次宁玄军插手，会不会有赵家掌控军部军用医疗的计划？这如此一来，怕是只能另做打算了。不能等。两国开战，大夏士兵的医疗后勤出现问题，必定会兵败山东，这个道理也不会不懂。田丰大人，但我赵家已错失先机，恐怕大夏军部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。后勤不出问题，可若是大夏龙主突然暴毙了呢？妙啊！龙主一直在服用军部提供的特效药，若龙主一死，我便可以借机嫁祸给宁玄机。到时候不但可以除掉龙主，更是能把大夏战神一并除之，整个大夏便无人能阻止扶桑剑指大夏。日后若我扶桑吞并大夏，你赵家便是从龙之臣。冯宝宝，事情都解决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作为青城集团的重要徒弟，我来做客不行吗？回去，我有事要和江社说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和江社哥哥说。江社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呢，算是半个昆仑之主，战神宁玄机的师傅。我当时还以为你在吹牛呢。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那我岂不是昆仑之主夫人？当然。江社哥哥，昆仑之主能娶几个老婆呀？这个倒是也没有明文规定。你还想娶两个？我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小鸡要娶也得送我一个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让你好好在军部待着吗？我这次可是为了公务。明日龙主宴，裴南书和冯宝宝皆在受邀之列，我是来送请柬的。龙主宴？正事儿。龙主宴是由龙主召开举办，专门犒赏对大夏有功之人。能被邀请赴宴，裴南书、冯宝宝，你们两家怕是要一飞冲天了。太好了，这些都是我师傅的功劳。
江社，谢谢你啊。江社哥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无以为报，我做你老婆好不好？啊？行了，别贫了，赶快收拾收拾，明日随我去赴宴。赵少，一切都办妥了。放心，龙主一死，只等宁玄机他们自投罗网，谋害龙主这个罪名，谁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接下来，没有人能阻挡我赵家的步伐。龙主业就是我赵家的大基业。赵少，那倾城集团那边怎么办？我知道你俩父子的心思，等父王登基了，一个小小的倾城集团就送给你们。多谢赵少，那就提前恭喜我们，也恭喜赵少即将成为大夏的新主人，恭喜！父王，拜见王爷。爸，你怎么说话？这是龙主大人。是，我老糊涂了，拜见龙主大人。事情安排妥当了。父王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会场内外全是赵家的人手，只要他们敢踏进，便可一网打尽。今日就是他们的死期。好。来的真是时候啊！赵灵安此时不是应该被关押在军部大牢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连镇北王赵华也在。看来这龙主宴是场鸿门宴。战神大人，好久不见。赵怀私自释放军部关押的罪犯，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？你想陪你儿子一起蹲军部大牢吗？有罪，宁玄机，你错了。有罪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赵怀，你什么意思？宁玄机，你身为大夏战神，却暗中勾结倾城集团和江海冯家，意图谋反、谋害龙主，叛国之罪。你等还不快快跪下受死！什么？谋害龙主？镇北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可有证据？要证据是？好，来人！宁玄机，龙主昨天服用你们军部提供的特效药，当场毒发身亡，这骨灰便是证据。你放肆！构陷战神，诅咒龙主，谁给你的胆？诅咒！诸位，这是一份特供药样本的数据报告，出自青城集团研究所。经检测，样本中含有剧毒成分，传染性极强，所以就是服用此药后毒发身亡。为了控制病毒的扩散，不得已只好火化了龙主的遗体。宁玄机啊，宁玄机，青城集团的审批是你亲自通过，怎么解释？胡说八道！赵灵儿，你别诬陷好人，青城集团怎么可能给龙主下毒？我就知道你们会矢口抵赖，除了不成，我还有人证。诸位长官，我叫裴尚，是青城集团裴南书的堂弟。堂弟？没错。就是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，我潜入集团的研究所，偷出样本交给赵少，为的就是揭穿他们谋反的真相。我晚了一步，我有愧于大夏呀！宁玄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认不认罪？宁战神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你身为大夏战神，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竟然还篡位夺权！不用跟他们废话，等我把他们送入军部大牢，审判之后，一切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龙主一死，现在彻底没办法证明我们清白。哎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当初你要是把青城集团乖乖的交给我，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？没错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宁玄机，
老夫现在命你交出兵符，认罪伏法，否则灭你九族。师傅，怎么办？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连环计中计，但是非常可惜，你们遇到了我。还放屁！龙主你死，死无对证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。龙主死了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还嘴硬！骨灰就摆在这儿，难道你能让他复活？谁说死人就不能复活的？谁说死人就不能复活的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让龙主复活？难道你是神仙，可以掌控生死啊？太好了，你居然知道我是神仙啊！丞相，我看他是死到临头，已经怕得开始胡言乱语了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还在开玩笑？小命都快没了。我看他们太好玩了。师傅，我知道你神通广大，只是复活死人这件事情，不止他们不信，连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僵尸哥哥，我相信你，但你这次说的也太离谱了吧？其实死而复生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，但要看我愿不愿意。老夫活了几十年，自问见过不少奇闻异事，起死回生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闻所未闻。父王，不要跟他废话，为龙主报仇要紧。两个选择，要么束手就擒，去军部大牢等候发落；要么死在这里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小提醒，最好死在这儿，不然我想你们生不如死。真让人害怕呀！那我选第三个，复活龙主。强摄，你放肆！大胆贼子，还不肯放开你的伤口！混账！杀害龙主不爽，现在还要糟践他的骨灰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就该将他就地镇杀。没错。此人太过猖狂，不杀不罪高为龙主，在天神灵。僵尸哥哥，这次玩大了，刚才只是九死一生，现在死无全尸了。师傅，你这……没想到，到头来还是这个结果。僵尸吧，僵尸！我本来想跟你好好玩一玩，没想到你这么着急要死，省了我很多麻烦。我的好姐姐，你放心，每当逢年过节，我就一定安排人给你多烧点纸钱。纸钱还是留着给你自己烧吧。怎么，你还能复活龙主不成啊？答对，一会儿姐夫赏你一朵小红花。天罡，地煞，北斗，众生。魂起！这是无主。难道他真的能复活龙主？不可能，这世上不可能有起死回生之术。没错，这是障眼法。说的没错，对，他之前就用这个手段骗过了赤龙会，这就是幻术。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了。我们中了幻术了！大胆，竟敢对我等施展江湖骗术！你用几条命给我死！杨正，糊弄鬼呢！你再怎么拖延，你也是死定了。天修列位，烽火如山，生死逆动，魂兮归来！骨灰怎么不见了？难道他真的会起死回生？放屁！他就是想毁坏证据，借此脱罪。原来这个死狗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够了，老夫没有时间在这跟你浪费。不管是谋害国主，还是践踏骨灰，任何一项都可以让你们死无全尸。来人，把这些叛逆就地正法。师傅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一个骗子能有什么办法？快指挥你站错了队，跟我赵家作对的都得死。是吗？把大夏当成你赵家的不成？
当然。公主真的活了！江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没死？死了，但被我复活了。但我刚才见他光着屁股有伤风化，就把他送出去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闭嘴！闭嘴！多谢仙师再造之恩，若没有仙师，我恐怕真的就死不瞑目了。龙主大人，快请起。龙主大人，您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这是赵怀派人送来毒药，他想篡位夺权，取代我这龙主之位。狗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真北王，你竟然敢偷天换日，颠倒黑白！原来篡位夺权的人是你。没错，谋害龙主，那又如何？赵怀，你谋害本龙主，又诬陷金战神，我定要昭告天下，揭露你的罪行，灭你赵家满门。灭赵家满门？龙王大人，你真的以为你能活着离开？你不活一次，你不活一次，我就杀你一次！住手！整个宴会里里外外都是我赵家的人，你们所有都给我死的！其实啊，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大宗师境高手，大宗师境？怎么？罢了，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？还在这装腔作势？大宗师境高手，一人就是万人，杀你如杀猪狗！等着，给我杀光他们！师傅，保护龙主，这里交给我。好。江奢，你女贤妻倒下，就是你跪着求我，我也让你生不如死。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宁玄机，你是超凡境高手。我跟随我师傅这么多年，若还没有到达超凡境，我早就被逐出师门。赵怀，我劝你最好赶紧自裁，别脏了战神的手。杀我！做梦！天风大人，小心！扶桑阴阳家，天风家族的人，你还不算孤陋寡闻，居然知道本座的出处。一个弹丸之地的渣子家族吧。赵怀，你不仅谋权篡位，你还敢勾结外贼！勾结？荒谬！我本来就是天风大人一手扶持的傀儡。宁玄机，老夫苦心经营多年，逐步蚕食。要不是你凭空出世，军部早就被我控制。不过没关系，有天风大人在，结局都是一样。天风大人，请您出手，将他们全部斩杀于此！王爷，我和我爸一直在您这边的。对呀，王爷，我们父子俩一直以赵家马首是瞻，马首是瞻，绝对不会泄露机密。你俩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这可是叛国！你们两个醒醒吧！是又怎么样？只要王爷能给我们父子俩想要的字啊，叛国就叛国，我们叛国了！对，非常好，你们父子的表现让我非常满意。等我成为龙主，一定保你们父子荣华富贵。多谢王爷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们诸位，赴死吧！外贼畜生，岂敢妄语！我来会会你。你就是大夏战神，传言你是大夏最能打的人，但我觉得太过其实了。废话少说。小鸡好厉害呀！战神是大夏的无双战神，自然武力无双。这些扶桑外贼怎会是您战神的对手？不好，要输了。大夏战神不会如此。有天风大人在，大夏战神如何？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都死吧！天风大人，这
怎么可这么厉害？天风大人都不是对手。江先生身手不凡，简直令人听完观止，简直受大家之幸啊！江氏哥哥好厉害啊！江氏，发卡，你是超神境。超神境？你现在不过刚入神境，眼界狭窄，见我如同井底之蛙，抬头见月。若你能侥幸跻身超神境，再见我，也不过犹如匹夫见青天。狂妄！我天风一族也不可能输给大夏人。他这是扶桑邪术，血黑术，服下之后可以快速提升实力。你的确是我见过最强的人，不过很可惜，今日依然要陨落于此。马上你就能见到我天风家族的阴阳金术，也算是死而无憾了。聒噪，还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吧！一邪纳西大人，出来吧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扶桑创始人一邪纳奇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扶桑的创始大神叶天神一邪纳奇。区区扶桑创世时，你也太瞧不起自己。泱泱华夏，岂是你能撼动的？一邪大人，助我斩杀此人！是啊，一邪大人，杀了他们，扶桑就可以建制大夏了。你们准备受死吧！哈哈哈哈！普天之下，除了昆仑之主，没有人是一邪大人的一合之敌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说我在昆仑山那边就感应到了这只血迹。你不是要找昆仑之主吗？现在我师傅来了。师傅，就这个残忍的东西，非要找你打架，小子！来得正好，杀了你大夏人再无任何依靠的错。放肆！我昆仑山镇守大夏4000年，岂是您等一族可以染指？这就是昆仑之主的威势吗？师祖出手了，大局已定。没想到江舍师傅竟然这么漂亮。不过如此。师傅，牛啊！不可能，谢大人不可能输给你们这些低贱的大夏人。怎么了？谢大人都不是他对手，难道我们要功亏一篑？现在胜负已分，我劝你们该自我了就自我了，免得我一个一个。吴太太，别坐以待毙，想想办法呀！办法？不过，你快说啊！不过，清远有。糟了，他的修为在暴涨。白云龙，不可！谢大人一臂之力，是你们的武器。圣儿，快跑！我掩护你们。天不要随心放。师傅，没事吧？这血雾吸收了太多的精元，师傅怕是一打不过。糟了，连师祖都打不过，难道我们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吗？师爷立业，天亡我大夏呀！江舍能与你死在一起，我裴南书死而无憾。江舍哥哥，我也愿意。圣儿，你快走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师傅，你受伤，这让给我吧。大胆，居然敢让我的女人受伤，我今天就灭了你这邪神！师傅，你不是本池的对手，大夏还有谁可以阻止我？我江舍，雕虫小技也敢丢人现眼！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从天而降的掌法！区区扶桑邪士也敢在我大夏造次！打完收工。
江先生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多谢你救国之恩。龙主大人，这就太客气了。我身为大夏子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呢，就随便奖励我一些房子、金子、车子之类的，我不挑的。江叔，你怎么跟我说说话？江先生，小事儿，小事儿。那我就先告辞了啊！别忘了啊！告辞。哎呀，终于全都忙完了。太好了，赵家父子已死，以后我们终于可以过安稳日子了。什么？你们俩还有我呢？我也是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星期几了？蒋赦，天机缠身，你却迟迟未能渡劫飞升，天罚降临，准备受死。受死？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！放肆！区区凡人奴婢，也可对付天道？凡人就要顺应天命，就要逆来顺受嘛。让我受死就受死，你让我飞升就飞升，偏不信命，偏要逆天而为。我偏要逆天改命！大胆小儿，还敢狂妄！天罚降临，让你神魂俱灭！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！天道拦我，今天就惩天灭道！天道儿，不过如此。徒儿，你斩了天道，从此不再受天道约束，凡劫也烟消云散了。师傅，意思我不洞房也没事了？当然了，徒儿。你不是一直想娶为师吗？你可以离婚，然后和我在一起。不行，要娶也是娶我。什么呀？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要娶我。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呀？我才是江赦名正言顺的老婆。说，你到底要娶谁？女人比天道还麻烦啊！江赦，太麻烦了。